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4篇兔仔会疼。阿英因兜有饲兔仔，有一日阿英着一惊，大声叫讲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什么来甲兔仔呢？得老火！”妈妈赶紧走来看，详细看了，甲阿英讲：“毋是啦，兔仔生囝啦，拄仔出世的兔仔囝拢无门，兔仔某惊伊的囝寒死去，所以甲伊的门规堆，才生伫遐。伫角仔遐有一堆门，也有块震动吼，迄就是兔仔囝伫震动。阿英若斟酌看，若想着妈妈会疼，妈妈为着囝流血。